3年前喺朋友嘅介紹下，我參加咗一個9型人格課程。呢3年嚟，我經常將呢一套理論應用喺自己同埋身邊嘅朋友身上。今集會分享下學習9型人格嘅3大原因。第一，9型人格係一套有效嘅自我探索工具，透過了解自己嘅個性，有助你尋找合適嘅人生方向，善用天賦。俗語都有話啦，唔怕嫁錯郎，最怕入錯行。每一個型號都有其強弱之處，最重要嘅係學會如何改善同埋提升。第二，9型人格可以幫助你改善人際關係。雖然9型人格唔係讀心術，但卻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當你明白每一個人嘅睇法同埋立場都係出自其自身嘅世界觀時，好多無謂嘅紛爭都可以減少。同時你都能夠學會從其他人嘅角度出發，要說服人都容易得多啦。因此9型人格早已廣泛地應用喺企業管理之中。第三，無論你信奉任何宗教，都應該聽過真我啊、神性、靈性、佛性呢幾個字眼。當外在世界未能夠滿足人嘅需要時，我哋就會向內探索，追求真我。9型人格正正能夠幫助你認清自我。當你能夠察覺性格係如何運作，明白自己嘅盲點，就可以選擇唔跟隨程式嘅指令作出回應，慢慢開始唔受情緒同埋焦慮所控，取而代之嘅係內心嘅平靜。下集會介紹9型人格嘅起源。